有冇人好似我咁好鍾意食炭燒豬頸脊？喺屋企自己整，非常之簡單，而且經濟實惠。咁首先我哋將洗乾淨嘅豬頸脊醃下先，放少少鹽做個底味，落多啲胡椒粉辟下啲腥味，放啲料酒更加香，糖係一定唔少得嘅，生抽1匙羹，最後就係呢個韓式燒烤汁。呢度3塊豬頸脊，我放咗6匙羹燒烤汁，呢個燒烤汁係偏甜啲嘅，所以前面放鹽可以放多啲都冇所謂。最後放2茶匙生粉，最後將佢撈均勻就搞掂。將佢放入去個細碟度，用保鮮紙包住，放入雪櫃度醃1晚。我嘅空氣炸鍋比較細，所以一次只可以焗2塊，3塊就要分2次嚟焗。首先用350度華氏度焗10到12分鐘，10分鐘之後打開睇，如果已經好似咁樣金黃上色，咁你就可以將佢反一反，焗另外一面。同樣都係350度華氏度焗10分鐘。就係咁簡單，炭燒豬頸脊就整好啦。將佢夾起身之後焗埋第3塊，第3塊都焗好，我哋而家將佢切片。自己喺屋企整炭燒豬頸脊真係好簡單。如果你好似我咁鍾意食，一定要試下自己整，真係經濟又實惠。